T3嘅無障礙設施點樣呢？我哋一齊跟住鏡頭去體驗下啦。今日李女士自己一個人坐住電動輪椅嚟到 T3，從城際鐵路落嚟一路順暢，連過馬路都好絲滑。入到嚟大堂，李女士話好靚好時尚啊！一路到值機櫃台，李女士都不費吹灰之力。感覺進來的時候方不方便？完全全程都是你自己可以。對啊，全程都是我自己。明白。有啲口渴啦，李女士話想飲啲水喎。一樣係冇難度，輕鬆攞杯，輕鬆裝水啊！廁所亦都係好新好大，而且好多設施都係有 T3入邊，周圍都有電梯，而且啲撳掣都喺中間位置，好方便啲殘障人士同埋小朋友。李女士仲話，仲喺 T3發現一個觀賞飛機嘅好去處，根本就唔需要去咩瞭望台。佢話今日喺 T3過得好開心，下次仲要嚟喎。